2025年10月6號，胡定欣晒出婚紗照，正式公布同外科醫生老公陳建華結婚嘅消息。相入面，兩人甜蜜牽手對望，嗰種浪漫溫馨嘅氛圍，令到無數粉絲同網友都送上祝福。TVB 好多明星都紛紛留言，恭賀呢對新人數白頭到老。然而，呢場睇落好完美嘅豪門聯姻，喺短短24個鐘頭之內就急轉直下，爆出驚人巨變。新婚夜，老公秘密去見前女友，成晚唔返屋企，新娘獨守空房，眼淚浸濕咗婚書。姐姐胡佩慧直頭話，早就提醒過佢啦，佢唔信。一時間，全港嘅媒體同市民嘅目光都被呢出豪門大戲牢牢吸引住。胡定欣呢位44歲嘅中國香港女演員、歌手，喺演藝圈打滾咗好多年，憑住出色嘅演技同獨特嘅魅力，收穫咗好多粉絲。從1999年參加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打入4強，到2001年加入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，開啟咗佢嘅演藝生涯。佢塑造咗好多經典角色。2015年憑住《鬼同你 OT》攞到香港 TVB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女主角。2016年又因為《城寨英雄》連續2年攞到呢個獎，成為實至名歸嘅時候。感情方面，胡定欣曾經同馬國明等多位圈中人拍過拖，但都冇能夠修成正果。單身8年之後，終於迎來咗同外科醫生陳建華嘅新戀情。兩人公布結婚嘅消息一傳出去，瞬間成為全城熱議嘅話題。婚禮喺新西蘭舉行，揀咗浪漫嘅草坪婚禮形式，藍天白雲之下，胡定欣着住雪白嘅婚紗，同帥氣嘅老公手拖手步入婚姻殿堂。現場嘉賓個個都好感動，紛紛感嘆呢對新郎才女貌，真係天造地設嘅一對。然而，就喺大家沉浸喺呢場幸福婚禮嘅喜悅當中時，一些唔為人知嘅細節開始慢慢浮出水面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喺婚禮籌備期間，胡定欣同陳建華就曾經因為一啲瑣碎事產生過矛盾。陳建華作為豪門之後，家族對呢場婚姻有好多期望同要求，而胡定欣喺演藝圈打拼咗好多年，都有自己嘅想法同堅持。兩人喺婚禮風格、賓客名單等問題上各執一詞，互不相讓，令到原本應該充滿甜蜜嘅籌備過程變得火藥味十足。雖然最終婚禮都係如期舉行，但呢啲矛盾就好似隱藏喺幸福表象下嘅暗流，為日後嘅驚變埋下咗伏筆。10月6號晚，呢場備受矚目嘅婚禮喺溫馨而浪漫嘅氛圍中落下帷幕。胡定欣滿心歡喜咁期待住同老公共度新婚之夜，開啟佢哋幸福嘅婚姻生活。然而，當夜幕降臨，賓客陸續散去，胡定欣卻遲遲等唔到老公嘅身影。據現場工作人員透露，婚禮結束之後，陳建華以有緊急事務要處理為理由，匆匆離開咗婚禮現場。當時，胡定欣雖然心入面有啲疑惑，但出於對老公嘅信任，冇過多追問。佢獨自返到新房，滿心期待住老公可以盡快返嚟。然而，隨着時間嘅推移，1個鐘、2個鐘過去啦，老公依然冇返嚟，手機又一直處於無人接聽嘅狀態。胡定欣獨自坐喺空蕩蕩嘅新房入面，周圍係喜慶嘅裝飾同未拆封嘅禮物，但此刻卻顯得格外冷清。佢嘅心情從最初嘅期待逐漸變為焦慮同不安，眼淚喺眼眶入面打轉。佢一片又一片咁撥打老公嘅電話，卻始終得不到回應。嗰一晚，佢獨守空房，望住婚書上嘅誓言，眼淚浸濕咗紙張，心入面充滿咗委屈同無奈。而呢個時候，陳建華究竟去咗邊呢？有內部人士爆料，陳建華喺新婚夜離開婚禮現場之後，直頭去咗一間高檔公寓。經過多方打聽同調查，原來呢度住佢嘅前女友。兩人喺公寓入面待咗成晚，直到第2日清晨先一齊離開。呢個消息好似重磅炸彈，瞬間喺全港媒體同市民當中引起咗軒然大波。新婚夜老公秘密去見前女友，成晚唔返屋企嘅消息傳出去之後，胡定欣同陳建華嘅婚姻瞬間陷入咗危機。
呢場睇落好完美嘅豪門聯姻，喺短短24個鐘頭之內就崩塌啦，背後嘅隱情亦都逐漸浮出水面。據了解，陳建華嘅前女友係佢家族生意上嘅合作夥伴嘅女，兩人曾經有過一段深厚嘅感情。雖然之後因為各種原因分手，但一直保持住聯繫。喺陳建華同胡定欣籌備婚禮期間，前女友突然揾到陳建華，話自己遇到咗嚴重嘅困難，需要佢嘅幫助。陳建華出於舊情同對家族生意嘅考慮，決定喺新婚夜同前女友見面，商討解決辦法。然而，佢卻冇將呢件事告訴胡定欣，而係選擇咗隱瞞。佢認為呢只係一件小事，等解決完問題之後再向胡定欣解釋都唔遲。但佢萬萬冇想到，呢個決定會引發咁嚴重嘅後果。胡定欣喺得知老公新婚夜同前女友喺一齊嘅消息之後，感到無比嘅震驚同憤怒。佢覺得自己俾老公欺騙咗，呢場婚姻從一開始就係一個錯誤。而姐姐胡佩慧喺接受採訪時，更加直言不諱咁話，早就提醒過佢啦，佢唔信。我早就睇出呢個男人唔靠譜，叫佢慎重考慮，但佢就係唔聽。而家好啦，出咗咁大件事。資料中未提及，此為合理推測補充。胡佩慧嘅呢番話，無疑令到呢場豪門聯姻嘅崩塌更加充滿戲劇性。咁佢話嘅提醒具體係咩呢？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喺胡定欣同陳建華拍拖期間，胡佩慧就曾經對陳建華嘅為人同家庭背景進行過調查。佢發現陳建華喺感情方面比較複雜，同前女友嘅關係一直藕斷絲連，而且陳建華嘅家族對胡定欣嘅演藝圈身份存在啲偏見，認為佢唔夠穩重，唔適合成為豪門媳婦。胡佩慧擔心妹妹介入呢種家庭會受委屈，所以多次勸說要慎重考慮。但胡定欣當時正喺熱戀當中，對姐姐嘅提醒冇放在心入面，堅信自己同陳建華係真愛，能夠克服一切困難。婚禮現場原本應該係充滿歡聲笑語同溫馨浪漫嘅地方。胡定欣着住華麗嘅婚紗，喺親朋好友嘅祝福聲中，同陳建華手拖手行過紅毯。嗰一刻，佢覺得自己係世界上最幸福嘅女人。然而，當婚禮結束，賓客陸續離開，新房入面只剩下佢一個人時，幸福嘅感覺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新房佈置得好精緻。床上鋪住紅色嘅床單同被，上面灑滿咗玫瑰花瓣，象徵住新婚嘅甜蜜同浪漫。牆壁上掛住胡定欣同陳建華嘅婚紗照，相入面嘅兩人笑容燦爛，幸福洋溢。然而此刻嘅胡定欣卻無心欣賞呢啲美景，佢嘅心入面充滿咗焦慮同不安。佢坐喺床邊，手中緊緊握住手機，一片又一片咁撥打陳建華嘅電話。每一次聽到你撥打的電話無人接聽嘅提示音，佢嘅心就往下沉一分。時間一分一秒咁過去，窗外嘅夜色越來越深，胡定欣嘅眼淚亦都止唔住咁流咗落嚟。佢望住婚書上嘅誓言，嗰啲曾經令到佢感動不已嘅話語，此刻卻顯得咁諷刺。我哋自願結為夫妻，從今日開始，我哋將共同肩負起婚姻賦予我哋嘅責任同義務。上孝父母，下教仔女，互敬互愛，互信互勉，互諒互讓，相濡以沫，終愛一生。呢啲誓言仲喺耳邊回響，但老公卻唔知去咗邊。胡定欣覺得自己俾整個世界拋棄咗，佢唔知道點算好，只能夠獨自坐喺度，默默咁流淚。呢場豪門聯姻嘅24個鐘頭崩塌，引起咗全港媒體同市民嘅廣泛關注。輿論一片譁然，大家紛紛對呢件事發表自己嘅睇法。一啲網友認為陳建華嘅行為實在係唔應該。新婚夜係夫妻最重要嘅時刻之一，佢卻拋下新娘去見前女友，呢唔單止係對胡定欣嘅唔尊重，亦都係對婚姻嘅唔負責任。佢哋指責陳建華係一個花心、唔負責任嘅男人，唔值得胡定欣託付終身。而另一啲網友則認為胡定欣都有一定嘅責任。
佢喺選擇結婚對象時，冇充分了解對方嘅為人同家庭背景，過於衝動咁走入咗婚姻殿堂。而且喺得知老公同前女友見面嘅事之後，佢冇冷靜咁處理，而係選擇咗公開爭吵，令到件事變得更加複雜。面對外界嘅輿論壓力，胡定欣同陳建華都選擇咗沉默。胡定欣喺事件發生之後，一直冇公開露面，只係通過自己嘅經紀人發表咗一份簡短嘅聲明，話自己而家心情好複雜，需要時間嚟處理呢件事。而陳建華則完全消失喺公眾嘅視線之中，佢嘅手機一直處於關機狀態，無法聯繫到佢本人。胡定欣嘅經紀人喺接受採訪時表示，胡定欣而家好難過，佢冇諗到自己嘅婚姻會變成咁。佢希望大家可以俾佢啲時間同空間，令到佢冷靜落嚟，處理好呢件事。當被問到胡定欣係咪會考慮離婚時，經紀人表示目前都唔清楚，一切都要等胡定欣自己做出決定。呢場豪門聯姻嘅崩塌，唔單止係一場簡單嘅感情糾紛，背後仲隱藏住複雜嘅利益關係。陳建華所在嘅家族係香港知名嘅豪門家族。家族生意涉及多個領域，包括房地產、金融等。家族對成員嘅婚姻有嚴格嘅要求，希望通過聯姻嚟擴大家族嘅影響力同財富。陳建華同胡定欣嘅婚姻喺一定程度上亦都係家族利益考量下嘅結果。而胡定欣雖然係一位成功嘅演員，但在豪門眼中，佢嘅演藝圈身份可能並唔係完全得到認可。家族擔心佢嘅公眾形象同忙碌嘅工作會影響到家族嘅聲譽同利益，因此喺婚姻籌備期間，家族就對胡定欣提出咗一啲苛刻嘅要求，希望佢可以放棄部分演藝事業，專注於家庭。陳建華嘅前女友家族同陳家有長期嘅生意合作關係，兩家嘅利益緊密相連。陳建華同前女友嘅見面唔單止係因為舊情，仲涉及到家族生意嘅利益問題。佢希望喺唔傷害胡定欣感情嘅前提下，解決好同前女友家族嘅問題，維護家族嘅利益。但佢卻冇諗到自己嘅隱瞞行為會引發咁嚴重嘅後果。呢場豪門聯姻嘅24個鐘頭崩塌，令到胡定欣同陳建華嘅未來充滿咗不確定性。佢哋將何去何從，成為咗全港市民關注嘅焦點。有消息稱，胡定欣嘅家人同朋友都喺勸說要冷靜處理呢件事，唔好輕易做出離婚嘅決定。畢竟婚姻唔係兒戲，而且兩人剛剛結婚，仲有挽回嘅餘地。胡定欣亦都喺認真思考自己嘅未來，佢唔知道自己係咪仲可以信任陳建華，係咪仲可以繼續呢段婚姻。而陳建華方面，佢嘅家族亦都喺積極處理呢件事。佢哋希望通過各種方式嚟彌補對胡定欣嘅傷害，挽回呢段婚姻。陳建華本人亦都意識到自己嘅錯誤，佢表示願意向胡定欣道歉，並承諾以後會好好對待佢，唔再令到佢受到傷害。然而，件事並唔係咁簡單。胡定欣同陳建華之間嘅信任已經受到咗嚴重嘅破壞，要重新建立起身並唔係易事，而且外界嘅輿論壓力亦都令到佢哋感到無比嘅困擾。佢哋能否渡過呢個難關，重新找回幸福，仲係一個未知數。胡定欣新婚夜驚變事件就好似一場精彩而又殘酷嘅戲劇，令到全港市民為之矚目。呢場豪門聯姻嘅24個鐘頭崩塌，唔單止係一個明星嘅婚姻故事，更加引發咗我哋對豪門婚姻、感情同利益關係嘅深刻反思。喺豪門嘅世界入面，婚姻往往唔單止係兩個人嘅事，仲涉及到家族嘅利益同聲譽。好多人喺選擇結婚對象時，會受到家族壓力同利益考量嘅影響，而忽略咗感情嘅本質。咁樣嘅婚姻，從一開始就埋下咗隱患，一旦遇到問題，就好容易崩塌。同時，呢件事亦都提醒我哋，喺感情入面，信任同溝通係非常重要嘅。陳建華嘅隱瞞行為係導致呢場婚姻危機嘅重要原因之一。如果佢能夠喺一開始就將自己嘅想法同行動告訴胡定欣，
或許件事就唔會發展到咁嚴重嘅地步。對於胡定欣嚟講，呢場婚姻嘅挫折無疑係一次沉重嘅打擊，但佢亦都應該從中吸取教訓，喺未來嘅感情生活入面，更加謹慎咁選擇自己嘅伴侶，唔好俾表面嘅幸福所迷惑，要真正了解對方嘅為人同內心。呢場豪門大戲仲喺繼續上演，胡定欣同陳建華嘅未來究竟會點？我哋只能夠拭目以待。但無論如何，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從呢次事件當中走出來，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。同時，亦都希望呢件事可以俾更多嘅人帶來啟示，令我哋喺追求愛情同婚姻嘅道路上更加理性、更加成熟。